到中秋，公司個個開始講月餅，諗起細個聽阿爺講古，話元朝嗰時月餅係造反工具，入邊塞張8月15殺他子嘅字條，月餅變密函。諗下，我個腦閃過條絕世好橋，餅嚟同隔籬位女神阿冰表白。我用9速嘅學習能力喺 YouTube 搜尋月餅教學，即刻整咗6個，其中1個塞咗張粉紅色紙。你嘅笑容甜過蓮蓉，可惜我唔係蛋黃，唔可以永遠黐實你。不如我哋由同事升級，諗住佢拆開嗰陣一定覺得好浪漫。點知第2日我仲未遞月餅，公司公關部200公斤嘅月光族肥琪就撲過嚟，話你整冰皮正喎，我用公司派嗰張5星酒店月餅券同你交換一個得唔得？我心諗用張免費券換我心血，你當我傻西咩肥嘢？但望一望張券價值800蚊港紙，我即刻變相，好啊，同事一場，交換應節嘛。跟手我靜雞雞將張月餅券放上 Carousel， 半日就600蚊賣咗出去。諗住用嗰600蚊港紙買束花再溝女神。中秋派對當日，我拎住束花念住送俾女神，全場爆出驚天笑聲。原來肥琪拎咗我個冰皮月餅去同成 team 人分享，一卡開將粉紅色表白紙當眾被肥琪讀出嚟，全場大叫升級升級升級。肥琪望住我，笑到見牙唔見眼。你咁慳皮，用我哋公司張免費券套現先嚟追我含晒。諗住還原古代月餅全程報嘅浪漫，點知變成現代月餅券套現黃牛，仲要當眾被踢爆。最後肥琪行過嚟細細聲話，下次直接請我食飯啦，唔好搞咁多嘢。不過你月餅個心機，我收貨嘅。嗰一刻我先明月餅嘅使命，由造反到表白，再到俾人拎去換券，最後竟然成功咗，但個對象都升級咗。以前老師成日叫我哋尊重女人，但今次呢尊好重。